活 Jessica 讀者大家好，我係4月號封面人物 Kelly 陳慧琳。即係個個都有佢嘅特別嘅之處噶嘛，個個都咁有魅力但係都係喺熒光幕上邊咯，即係一 cut 機咁就哇彈開咁樣噶啦，我唔會咁樣又黐埋去又成咁，即係咯，當佢哋係即係都係男神咁樣睇好啦，唔掂得係咯。冇噶，因為嗰陣時我已經即係同大家講咗我有個男朋友啦嘛嚇，咁所以大家都知道係咯，名花有主啊，咁就冇咯嚇。其實不嬲都中意拍電影嘅嚇，都中意拍嘢嘅，咁但係最緊要係個劇本好咯嚇，咁即係始終啲劇本都係以男性為主導居多嘅，咁所以自己都係等劇本咯，即係如果係啱做嘅，我都會去做咯。希望個人物性格會立體啲咯，就唔好單一淨係做個好人咯，即係好人都有佢奸嘅一面，即係或者可以佢成個成長過程啊，由奸變忠，忠變奸，即係咁樣都得咯。我自己都冇乜所謂，係。困難都係覺得時間好似唔夠用咯，咩都好趕咯，咁即係冇去好好享受每一個工作咯，可以咁講，因為真係得個趕字，就係想快完成佢咁反而後期啲嘅我咧，我就即係可以去選擇工作嘅時候咧，就識得開始去即係享受下中間個過程，即係之前係個 schedule 太 tight 咧，你根本係未消化到，你就咁就做交個人出嚟咁，冇去享受中間嗰個過程。但係即係後期啲嘢我就會安排得比較可以唞到氣嘅，可以即係了解成件事係做啲乜嘢嘅咁樣。瞓得好就緊要啲咯嚇，即係瞓一覺好嘅咧，第二朝真係少幾條紋嘅。咁啊，同埋即係適量嘅運動咯，每一日都做少少咯。我就唔會1個鐘頭係咁喺度操自己，但係可能10分鐘、20分鐘咁樣做個 quick 嘅譬如cardio 啊，或者一個 Pilates 啊咁都 OK 噶啦。咁同埋即係呢個年紀啦嚇，即係食嘢真係要睇住個量咯，即係唔可以日日都去食buffet咧，死緊噶啦，係啊，實肥咯。